钢琴，然后突然想要弹课本上面没有的东西，就开始自己乱弹，然后就发现好自在哦，好开心哦，原来弹跟课本不一样的东西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11、12岁就开始尝试写词，所以到了国中的时候写了如果有一天，有收录在自己的EP。在那个时候创作是非常单纯的，不会想说我写歌要拿去比赛啊，或者是说要拿去卖给谁啊，或者说自己想要当明星，这些都没有想过，只是很单纯的把生活经验写下来当作记录。所以我想这就是创作的初心吧。台语歌其实非常难写，我自己台语创作经验其实不多，我发现在用方言写歌的时候更要注意那个音律，就是 intonation 哑巴喂跟吃饱了吗，它的旋律语言里面本来就有的旋律是比中文来的更加明显的，而且在自己写台语歌的歌词过程当中，发现自己的台语还是不太行，没啥练凳安内啦，所以有跟谢明佑大哥讨论过，然后他建议我去买了台语字典，所以我真的去买了2本，真的发现台语是非常文雅的一个语言。那比如说我有一次跟明佑大哥在讨论这个很有趣的时候，我说做心色耶，做趣味耶。那心色就是心事，心脏的心，然后事是就是适合的事，就当你的心感觉很舒适的时候，就是这件事情很有趣。觉得台语真的做心色耶。其实我自己不敢讲建议耶，因为我也在台语创作的路上。那我就借用谢明佑大哥给我的建言，他跟我说，如果你要写台语创作，把它带到世界去。就是我们都会说 local is global， 其实在地就是国际化的很重要的一环。当我们有自我认同的时候，这个东西拿出去，你站得很挺，告诉大家说我为台湾来，这是我平常时在讲的物件，这是我唱的物件，那个东西就会很坚定，别人就会感觉到你的态度。那其实语言是一个媒介，音乐是真正无国界的，所以当我们选择用台语词写在我们自己的旋律上面的时候，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件很美的事情了。